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多下士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统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至，赦罪三草救众生，救苦天真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紧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无智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弘法显神通，扯旗造旗遮日月，头顶孙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之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凭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，吴王赐令即下生，说服蓝眼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言咒，还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差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往梁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，来无天眼太保阿弥陀佛时刻，1刻再刻3刻4刻5刻6刻7刻8刻9刻10刻手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3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轻，灵宝齐如灵山地，领发印证考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说言挂圣号，等待十字点神兵，云雷震开雾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天中华母，9年圣教归上圣，天发老母垂玉线，说言显化在古东，南北2极连中续，滚圆古册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腿化成金，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修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练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多下士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统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至，赦罪三草救众生，救苦天生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紧领36员将
500灵官紧随跟，无至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逢华显神通，可起照起遮日月，头顶十斗七宝仙，威震北方为帅所，世亲之二挂甲边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气腾空，十方天兵复活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真。吴王自令记下生，说服蓝颜归正中。来往照下真言座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因而刹你常持念，学神不敢来近身。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。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。修持劫内寻路径，练起真言归佛念。南无天眼太保阿弥陀佛，时刻一刻再刻反刻，4刻5刻6刻7刻8刻9刻10刻手。为相文，弟子姓氏姓李，冯辉王。弟子赵长明。弟女洪诗婷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回向于张文启前贤，回向于张文启前贤，祈求诸天仙佛菩萨，祈求诸天仙佛菩萨，调解患者，了解他所有的有情众生，了解患者与他所有的有情众生，无形大德的恩念，无形大德的恩念，令其解冤释怀，令其解冤释怀，身心健康不会增长，身心健康不会增长，自己减轻病痛，助其减轻病痛，病魔折磨之苦，病魔折磨之苦，得以早日康复。得以早日康复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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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谢谢点人师，各位领任，各位执掌，各位浅浅的之后，或学导读到此，感恩。感谢领任慈悲，感恩点传师慈悲，感恩为前人慈悲。